大家好，我叫漢月玲，我今年6歲。今日我同大家講嘅成語故事叫做百苗助長。有一日，有一個農夫覺得自己嗰張苗長得太慢，佢個心好心急呀。然後佢諗到一個辦法，覺得自己好聰明，佢就諗，不如我用手將每一束禾苗掹高少少啊。第二日，佢返到田裏面，發現嗰日我拉高咗啲禾苗，全部都死晒呀。最後佢坐喺個田度喊，佢就話：我唔應該咁樣掹高啲秧苗啊！我要等佢慢慢咁成長。百苗助長係用嚟形容事情太急急忙忙，違反咗自然規律，反而會整壞事情。多謝大家。